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臭油鸡，臭油鸡，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我是家叔。在这个物价贵死人、厝价惊死人的时代，一寡靠薪水食穿的上班族，只好想办法趁寡外劳啊。有人去驶客人车。冇人去送副便当、加减补贴。啊，若因过散车的农业社会，一般做事人想要加一寡收入，都无遐尼简单啊。毋过，几十年前，台湾庄脚捌实行过一阵仔饲鸟仔的副业。当时有人厝邻一个就饲几了百只的鸟仔，规间厝袂输鸟仔园，规工闹热气气。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饲鸟仔趁外劳的田庄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陈明仁的田庄囡仔记事、十姊妹记事。新闻讲，在美国德州有一个富人人，一体生8个。这个世间实在有影是无奇不有，无一项代志是咱敢确定的。我咧想讲，敢有可能迄8个拢查某的？那一群8个生做真相像的小姐，徛伫面头前，毋知什么感受。这边要讲的，甲生查甫查某无关系，是雄雄想到有一种鸟仔叫做十姊妹。我做囡仔时代捌饲过，相信有经过迄个年代，家家嘛拢知淡薄啊。真侪少年朋友拢会斗讲，阮阿爸、阮母啊，常常爱讲因迄个时代生活偌困难，拄偌困难。阮这代囡仔拢好命毋知。这也无怪，无经过同款生活经验的，是真好理解各种社会状况的价值观。迄当时我嘛只6岁囡仔尔，毋知影什么是困苦。怀得厝面隔壁大家同款是安尼咧生活，无地做批评。我敢若知影阿叔伫5间尾头前的年枝骹顶鸟厨啊，讲要饲10姊妹。饲10姊妹甲生活艰苦有啥关系？这是真复杂的问题，无法度3、2句话就讲真足。我也是平头啊，甲故事讲落去。阮三叔还未去过年的戏园学变书进前，迄阵伊做兵转来，也有几多年啊。传统的做事
嫌艰苦，阁无利顺，厝里都有2个阿兄咧做啊。伊想要走找家己的出路，先去下头水底寮，甲人公家饲猪了钱，嘛有去北部学卖土炭。生理囝学生，毋是大家拢有才调趁这款钱的。听讲伊做过头路未少，毋过无一道成功的。无大理话，转来庄脚食土，有伫田头仔滚下工，一直到迄个朋友来阮兜。阿霞180。迄天，180带一个穿西米露的青粉人来阮兜，甲我讲：恁兜的人客落伫路呢，互我捡到，叫恁三姐啊，摕伊仔来领。好。 180讲话都是热热，我做囡仔就听惯势，知影是要找阮3姐的人客伫路面，甲180问路，才带伊来。我带迄个人客去大沟下田头的树仔骹，找伫遐咧拄久的3姐。阿东，阿斌，来救见呢！有影我若当无见啊，阮遮庄脚遮约贴，你若找有路通来？当你的名声遐透，家路凊彩门嘛会到。你共款遮尔爱讲笑呢？看你的穿插，即摆敢若做了袂歹哦。饭你的福气啦！迄个青云人是3姐较早伫台北熟识的，本地嘛真落魄，讲是有朋友咧斗牵绳，才有今仔日会当穿甲遮尔青笑。想到阮3姐即个好朋友，好康的专工咧斗相报，3姐真感动。有啥好工头？敢真是有帮赞？敢若无帮赞，我太敢来找你。毋若帮赞你尔，连恁庄里的厝边隔壁嘛抵应会着。有影？安尼来阮兜食茶，我才听你讲详细。行。消息就安尼传出来，讲是日本人当咧烧酸鸟啊，毋过因无用喂鸟仔囝顾较大，毋只会要为台湾进口遮的鸟啊。拄好迄个人客因朋友的公司是做即款生意的，伊负责4月斗找人饲鸟啊。庄脚人听到鸟仔会当卖钱，大家有影欢喜。伫即片平洋有超过1半田咧捕猪仔。厝角鸟就是爱食切啊，毋则叫做切鸟啊。大区田嘛有兄弟仔咧顾，毋过愈来愈无效。叫兄弟仔顾切啊！哈哈哈！阮讲的兄弟仔就是稻草人啦。哦，稻草人叫做兄弟仔哦，真心实。我讲互你听，阮做事人若讲出稻草人，鸟仔就毋惊，拢讲是兄弟仔。是安尼哦。嘿啊！讲来嘛真笑亏，七鸟啊毋但毋惊这个兄弟啊，颠倒规阵飞来飞去咧欣赏，看倒一身稻草人徛的姿势较好看。做田人去甲鸡鸟啊一直吵，迄鸟啊嘛毋认输，啾啾叫买转去。做事人想讲，别项都毋知啦。若鸟仔是满世界，真差有较歹掠尔。人客笑笑啊解说，毋是要爱切鸟啊啦，毋是要爱切鸟啊，啊无是要爱什么鸟？因日本人介意的是文鸟、银鸟、十姊妹这类的鸟啊。庄脚人煞拢硬气，伫田庄若要讲鸟仔类是真济，七鸟仔莫讲，阁有乌鹫、乌喙鳖仔、白头壳仔、盲童仔、燕仔、青猪仔、红头仔，啥物怪花杂色的都有，就是毋知影有啥物文鸟、银鸟、十姊妹。文鸟、十姊妹，迄是啥物鸟啊？听都毋捌听过呢。
对啊，毋捌听过。哈哈，无要紧，我遮有相片。人客摕出几张相片，解说讲，倒一只是文鸟，一只公司出价60块；倒一只是银鸟，一只是90块。另外迄10姊妹，一只是20块，拢是饲甲变鸟豚啊，就会使卖。公司有另外请人专门咧孵鸟仔囝，会使去甲公司买来饲。啥？一只鸟啊，会使卖遐济钱？对啊，毋对？真诶啊假诶？庄脚做事人听到一只鸟仔值几十块，大家只啊吐吐。迄阵的工价，一个报餐工嘛才30块尔。一只看起来都无啥的毋正鸟仔，会遐好价，规庄拢喊起来。迄个人客搁去别庄宣传的时阵，庄内人咧回讲：有影，比起来，饲鸟毋若加真好赚，工课嘛加足辛苦的。对啊，敢是天公伯啊咧斗保庇，才有即款好康的代志。干那庄仔内上无人言，正人嫌的破价性啊，一支洗杯喙讲：哼，世间有遐好的代志，莫戆啊！好康的哪有通得甲咱？迄个人哦，你毋通看伊西米都穿甲笑笑，凡事是变身啊！阮三姐也真气，骂伊讲：你这个好消息，迄个人是我的朋友，是我较捌伊，也是你较熟悉。你家己送到要几掠去，佮也会讲别人的闲话话，反正好野善是恁兜的代志，莫伫遮乌白乱笑拍哭就好，破价性，破价出，破价性啊，破价出。过几工，人客搁来庄里，带阮三姐啊，甲几个厝边去到森林海口，遐有人较早饲10姊妹，讲有趁着钱。规阵人骑铁马去，拢载规人鸟仔转来，讲是迄户海口人有影饲过一水50只10姊妹，拢总卖1000块，得甲钱换鸟仔囝，一只5块，拢总200只，饲3个月啊，都阁会使卖。迄时都有4000块啊，看赢咧做一架地。咱本钱较粗咧，才换买一只20几块的文鸟，也是银鸟转来饲，安尼趁较有。庄内人钱早无遐济，嘛要惊惊，就一个开50块，买10只10姊妹转来。阮三姐啊，一摆雄雄就买100只10姊妹，佮文鸟、银鸟一项5对，无够钱，因朋友先互伊欠，讲等若卖了趁钱才行。我起身掠准鸟仔食糖就好，爱搁甲公司买专工为即款鸟仔制作的饲料，米仔甲番麦仔落去淋的，亲像人安尼，一工饲3顿，逐早起就爱清鸟肚仔，添饲料、清水，甲鸟仔屎摒清去。我真爱斗3工，文鸟、银鸟也是10姊妹，拢要细只。毛短短，毋过啾啾叫的声，伫恬静的透早特别好听。鸟仔一个一个大，我的囡仔伴阿星甲客人囡仔阿胖啊、阿伦啊，拢真新鲜，定定来阮兜看鸟仔。我想要饲鸟仔食饲料。我嘛要饲鸟仔食饲料。我嘛要。袂使，恁袂晓，袂使学白饲。迄阵我心情足样。真紧，鸟仔毛愈发愈长，鸟仔嘛水起来。文鸟是白，毛白色色；银鸟是青蓝白，搁较水。10姊妹嘛真古锥。鸟仔愈大只。三姐啊，心肝愈欢喜，
我就愈烦恼。我知影这个古水的鸟仔会互阿叔骂去。烦恼罔烦恼，鸟豚仔总是爱卖才有钱。迄天，人客甲2个公司的人驶一台货物仔车来。阿东，我来小解，这位是人客小解，迄个嘛是穿西装的，讲是公司的经理。另外一个是驶车的运转手，有饲鸟仔的，拢来阮门口订狗。经理讲：各位乡亲，真歹势，日本迄边饲草的关系，即阵仔介绍甲进前品的无共啊。啥？介绍无共？哪会使呢？毋着照品照行才对，安尼无信用啦。饲鸟仔互嘻嘻叫，想讲即声害啊！破价成啊，伫边啊冷冷讲：哼，我就知咧，出问题啊吼！经理讲：较早一只90块的文鸟，即马一只剩80尔。银鸟嘛有6，较早是60，即阵剩55块。安尼毋着文鸟60块，银鸟65块。好佳哉！这2项我遮拢饲10只尔，损失无济，主要是十姊妹。十姊妹咧？系啊，10姊妹落偌济？庄内人嘛拢饲10姊妹尔，大家耳仔扭长长，真足听。经理讲：嘛毋知安怎，这10姊妹真反常，一只煞倒去5块，即马一只是收25块。赞啊，水水啦！安尼无了颠倒趁。恭喜发财啦！众人有够欢喜，敢若破价成啊面红红。经理甲鸟仔拢掠入去车顶的鸟笼仔来，认一纸银票出来，要发互大家。三姐啊讲：你今仔日有载鸟仔囝来无？我想要搁饲。我嘛要饲咧。无啊啦，无啊，无。恁若要搁买鸟仔囝，来甲我登记，明仔载才载来。毋过介绍爱先品一下，文鸟甲银鸟一对减2块，10姊妹本底一只爱起5角，毋过为答谢原客户，今仔日卖钱要换鸟仔囝的，一只共款是5块。多谢，感恩啊！感恩哦。若要加买，还是新客户，拢着爱一只5块半才有卖。要爱的，今仔日爱先登记，明仔载才有你的约。我买。好，随啊来。借问者哦，我今仔临时临要无钱通买，敢有啥物法度？袂要紧，你先登记，等掠着鸟仔囝，才付钱就会使。安尼我登记200只。一摆连上铁器兼破价成啊，嘛登记100只的10姊妹。阁有隔壁庄听到风声走来，嘛拢抢要登记。为过到母甲尾暗，才处理好势。翻灯工，一群3台货物仔车载鸟仔囝甲饲料来，算算咧，连学饲料的钱，隆重一摊就收买20万。过来，规庄拢咧饲10姊妹，阿星、阿鹏啊，甲阿润啊，因拢免过来阮兜看鸟啊。当然，3个月后，都找无迄间公司的人，鸟啊，毋知要卖互谁，规定人来找阮三姐啊。阿东，打你迄个朋友人咧，阮兜规厝间的鸟啊，是要卖去倒位？你毋着叫伊出来处理？对啊，大家鸟仔拢是对你买，你嘛着斗想一下办法咧。对啦。我嘛毋知我迄个朋友住倒位，较早伫台北嘛才甲伊见过2摆面尔。哈？哪会安尼？答要安怎？侥幸哦，食力啦。
我也就知咧，戆真卡怂。你家己毋是嘛了550箍，拢是互你带衰小的。顶边你无买，阮着拢趁有着钱。对啦，就是你破价成啊带衰啦。你若无饲，就袂安尼啦。拢嘛你破价成啊，破价成啊，破价喙啊！即摆的十姊妹事件，阮庄人的结论是破价成啊害的。今仔日的广播剧《十姊妹记事》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夏玉华单语校正，上扬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三七啊林君华演出，人客关凯欣演出，叶阿伯也佫有经理林依婷演出，少年的甲阿星陈彦坤演出，曾民脑力剧陈立辉、陈燕山、曲家quyền演出，阿仁朱伟成演出。阿平啊，苏信虎演出；阿伦啊，陈文熙演出；破价成啊，王家仁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满地。放花来尾声。今仔日来到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夏美、林淑美、詹一瑶、叶怡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也佫有民人生的回应。大平安，我夏美我是台湾家市面的发起人。这篇读到真有心血气啊！特别是听阿人生家己咧读大家一定爱去学这部册等去听真。内底 CD 录了足好诶我逐不时当做迄垃圾放来听过一下迄台语演这十姊妹是咧会这鸟仔台啦。我即演诶细汉时应该拢有记伫毋过我迄阵迄鸟仔台是。附近坐迄种厝尾顶拢有人咧饲粉鸟，放粉鸟咧练飞安尼啦。尾手才知影迄是有咧播诶是饲诶人家己播，还是像即篇写诶要互卖互人，别人带去播这我都毋知影啦。陈瑞生嘛有写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影》就是咧讲这播鸟仔故所以嘛，推荐大家会当去读看卖。现代人哪像无遐兴饲鸟啊？听讲迄较早香港人早起去食迄个盐茶就是啉茶食早顿啊。因哪只佫会看因诶迄个鸟人啊哪只哪欣赏？毋知敢是惊着鸟仔济愈来愈无人兴饲啊以上。这迄叫做插粉鸟啦，用插挂插的啦，插粉鸟。迄嘛咪有咧，这个粉鸟公会足大诶咧，
即马也有啦，迄阵也真大啦。啊，所以炒粉饺吼，啊，你讲中国人自早就拢咧炒粉饺啊啦，做官厝诶拢炒粉饺啊啦，做官诶人厝诶拢逐个拢扔饺啊，毋粉饺啊，汤饺啊啦，哦，因无讲什么人玩什么鸟，中国我捌听过无？什么人玩什么鸟？迄就是讲汤饺啊，是因诶，香港嘛是安尼啦，叫人啊挂来去饮茶，这我看过无毋对啦。啊，我讲的是即个台湾人迄时阵，日本有人讲要来饲粉饺啦，我才知影讲有14枚啦。大家好，我是小美，我是台语老师。其实我今年已经60通岁啊，我真欢喜会当去转来做台语老师吼，趁这个时阵甲台语捡转来。好，这篇阿仁呢，伊写出咱台湾人吼，伫迄资源欠缺的时代吼，阿拼想要找出一条生路的迄种的情景哦，吼。啊，阮阿爸呢，就是迄阵的人啦，啊，伊就是阿仁迄阵迄烧迄个饲鸟啊，迄阵人哦。啊，其实呢，伫迄阵我其实佫真细汉的啦，吼，啊，无啥记忆。啊，毋过呢，我知影吼，以迄当时的公务人员的薪水吼，是无法度饲阮4个囡仔的。啊，所以讲呢，都有啥物出头通趁钱吼，阮阿爸一定去甲试看卖啊。啊，阮阿爸呢，虽然是公务人员哦，吼，啊，毋过伊是吼，正式读册，考调即个公务人员的吼。啊，伊细汉就是伫咧庄脚咧做事的，所以讲吼，伊无迄个都市人的迄种较干巧，爱去共防的迄个心理啦吼。啊，所以讲呢，伫迄阵台湾人呢，吼，就甲阮阿爸共款吼，真单纯，啊，真信任人吼。啊，人若讲啥呢，伊就甲信甲真。伊阁想要趁寡钱啊，吼，趁寡外劳啊，吼。啊，所以讲呢，人家啥物出头，伊可以家饲啦。啊，想要讲迄个破吉成安尼，有讲出因的烦恼甲忧虑哦，吼。因讲啊，世间哪有遐好诶代志啊？莫戆啊啦，好看哪有通着甲咱啦。迄箍人吼，你毋好看伊穿甲那西米露，穿甲笑哦，凡说是变身啊啦。啊，其实呢，因虽讲有咧忧虑啊，吼。毋过呢，我感觉因会去咧怪破吉成啊破家人吼，袂去怪迄个甲因骗诶人啦，因为伫因咧单纯诶心理内底吼，因诶观念内底吼，哪有人可能遐尼恶毒安尼啊？其实呢，咱台湾人有今仔日遮尔发展吼，咱爱感谢遮古早诶以来呢，拢伫咱即片土地诶老伙老官诶即阵戆台湾人，无因咱咧想要子孙咧较快活诶生活吼，安尼拼死去找方法来趁钱吼，咱即摆嘛无可能遮尔快活吼，啊遮尔多元，啊遮尔富足安尼。迄个台湾人吼，到当来还佫足好骗，毋是迄阵尔啦，到当来还足好骗啦。你看即摆迄个早起诶物件愈来愈济，啊，现在好骗呢，就是你贪啦。啊，较早无共款，较早伊毋是要好业，是讲像你讲诶，你个公务人员收入无多，啊，要过生活较好过，无算偌贪啦。啊，即摆人是小贪啦。啊，这个事件是我今仔时咧真正看到诶代志啦。我今仔时咧真正我来找政府角度啊，讲当然讲是变咧尾啊吼，安怎迄是变咧啦。啊，但是啊尾啊，你甲我嘛有这个事件，你甲我嘛有这个事件啦。哎，大家平安，我是台语在咧做事的金娜。哦，这是一篇有关诈骗的手佩带啦。早前生活足困苦，哪像阿林先讲的，咱即摆的人无法度去经验到迄款的生活，真恶去理解迄种社会状况下骹的迄种价值观。啊，过去伫阿林先有讲到迄个描写迄个哑巴伯讲话真热，哦，叫人讲摕囡仔来领伊带来的人客，啊，这甲人当作是物咧处理的即种的讲法，足深刻的。互我想到阮细汉时阵吼。阮有一个住伫台北的表兄啦，叫做来阮庄脚住，要开学啊！啊，大人呢拢无闲啊，无人会当带伊转去台北。阮爸就讲啊，免烦恼啦，掠去蹦蹦的看偌重，啊，下头甲邮票大大的甲寄转去就好啊。哦，你互我想到即个趣味带啊。另外呢，佫有讲到迄个家稻草人叫做兄弟，吼。啊，
啊无着诶袂当发挥伊惊鸟仔诶功能。落尾呢，有影鸟仔无咧甲无咧甲准问着吼，拢袂惊伊，搁咧甲欣赏，啊，搁伫遐咧议论讲对一个稻草人伊徛姿势安怎，吼。所以伊即个写法，甲鸟仔当作是人，即种诶手法，互人感觉哦，有够古锥诶啦。啊，搁有就是伫现实生活条件足有限诶时阵，好趁诶环境吼，真正足有限。啊，有机会，大家拢嘛想要讲啊，趁即个机会，看会当翻身无？啊，人讲吼，做生意吼，骗熟识啦，庄稼人单纯，搁拄好通好，互变成啊利用。其中呢，安排朴克成即个角色来做间隔提醒，尾后咧，伊嘛是互迄李顺成去吼，啊，参与伫内底，啊，转里呢，落尾发现，互人变去，毋愿承认家己贪。搁较罪过啊，吼！大家所有理由拢推卸互迄个衰尾成啊，这个是一个互人笑甲断刀的手煞吼。所以台湾人呢，上水的风景是人，这种的水呢是建立伫人甲人的互相信任甲关怀。因此是呢，即马诈骗的案例，坐敢若猫仔门呢，啊骗久啊，互咱台湾人互相的信任，迄信任感变少去啊。逐项拢爱疑神疑鬼安尼，惊爱互人骗去，迄信任感拍折，通通就爱加一份迄个轰炸即种诶心思啦吼。所以呢，即马若拄着代志，拢感觉加爱用心吼，加足忝。多谢。好，多谢你讲我真详细吼。啊，这一百八是我本来小说啦，可是一百八记来关来迄批伫个阿纯那边有名啦。啊，过来我写一篇叫做《老伙仔人的戏剧》啦。伊我变是主角，就是伊的价值观甲人无共啦。这个人就讲话个啊，粗口伫遐佫出场啦。你若家己讲啊，人要来找你若这足无聊的啦。你转文章就足无聊啦。我就毋知头讲电视段吼，你感觉是咧心色啊？啊，都是心色的人啊。啊，过来吼，你讲的这个人有义的观察啦，因为。尾啊，结局是拢是破坏伤害，台湾人拢爱掠济人出水啦，有毋对拢要伤害安尼啦。这是较早台湾人一个惯势啊。啊，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对鸟仔描写，台湾对甲鸟仔感情，我嘛就写着吼。啊，这十姊妹吼，日本人嘛有对十姊妹描写吼，我先讲我遮。大家好，我是依萍，啊，我即马是一个上班族，现在是想要甲家己的母语讲倒转来，读这篇《十姊妹记事》啊，我感觉阿玲先就是用一个真轻松笑诼的描写方式去，互读者为内底了解讲，迄当时是大人因讲顶前就是生活偌困难，拄偌困难是生做啥模样，有一趴我家己。读起来感觉真趣味活跳，就是赤鸟仔毋惊遮的兄弟仔，颠倒规阵飞来飞去咧欣赏议论比拼，看倒一身稻草人徛的姿势较好看，做田人气甲只鸟仔一直吵，迄鸟仔嘛毋认输，啾啾叫嘛转去。我感觉即句我做介意的，就是我头壳虽有厝做田人因趁钱已经足辛苦啊，搁爱伫遐。甲鸟仔伫遐互相冤家的画面，互鸟仔安尼欺负欺人着，就是做活跳的。倒来就是共款是饲鸟仔，林先一概写出两个完全无共款的世界。伊的世界就是囡仔因单纯顾鸟仔迄种趣味性，嘛感觉鸟仔足古锥的，甲因安尼照顾的时阵培养出情感的迄个连结。落尾就烦恼因要卖掉要安怎呢？第二个是大人为着生活压力，单纯想要饲鸟仔趁钱，看会当互生活较好过无，所以烦恼迄个继续起起落落安尼。这两个，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囡仔。因的角度其实拢真单纯，但是完全写出因无共款的烦恼安尼。过来我就是有。感受到这篇文章的迄个景色，就是款式，毋通小贪软家人。读这篇的
时阵，我就想着我老母有甲，就是阮遮的囡仔提醒讲，世间上敢若两种人会顾你趁钱，一种是还袂出世，另外一种就是已经死啊，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毋通小趁，就是讲毋通想要行迄种较短的路线，安尼。当然要写这篇的时，我会安排一寡较深色的物件，包含这做事人的迄落的行为吼。你若写了无深色读袂落啦，倒一个用囡仔角度去看这个代志安尼吼。这个时间其实我嘛无因这个骗术士去高明啦，去带去买搁头一遍，搁踮咧假怪讲哇，即摆拢落价啊落价是因无买的起价是10几枚这种手法啦，手路啦，全国相信这较大度的安尼啦，这就是这个诈骗的。我生活即么共款去互套牢，我拢先好康的有无？先好康的了后，才甲你白条咧，因叫套牢就是安尼写即嘛也是安尼这边主要毋是咧讲诈骗的，主要是咧讲规日去海口有无？去掠鸟倒来有无因为遐有一户，先有一户嘛。表示讲毋是台湾种尔，这是全连性的诈欺啦，就是啊。好，感谢面人先。送到来是咱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面人先的问题。要请教人生你拄则有讲，伊真正有即款代啦。遐济人要买是要来看水的，要来人的，还是讲要来博的？还是拢外国人在兴要伫鸟还是讲台湾人迄当阵嘛有咧兴济？你感觉台湾人交互骗是故意刁滴，还是小贪想讲？像我常常讲，台湾人好听是咬软整歹听是家己无啥物价值观。你这篇内底是想要表现台湾人啥物款的色？以上。因为那个时代台湾人拢无受正常的教育啦，因的观念拢世代相同的啦，因接触的嘛是真卡人尔，嘛无外口的观念啦，所以因的感受就是讲，人讲的话拢信啦。一般人讲的拢信，这是好的，这是好正面的你就像美国人你若无啥物任何做诈欺的代志伊拢相信你。你若有一个行为，伊就无爱个做你。你信用卡无爱互伊，啥物无爱互伊，因为迄就是 credit， 你的信用 credit 有无？就拢无啊啦。伫这个信用无破产之前台湾嘛是安尼你若要家己人借钱，你无认可无啥物，那 OK 啊。迄阵台湾人，原来迄阵最开始做封闭的啦，完全甲外口无啥物咧接触啦。会来嘛一寡发展尔啦，所以因无在着去分辨。我是咧写历史上台湾农民的庄稼人的迄个价值观的见解啦。我毋是咧头壳要讲大嘿。我要想要问人生是讲头前遮你写一段即个讲美国人无人当生10个即个故事甲先甲咱的后壁讲的故事无足有关联。我是家己要讲。是咪像咧广告先咧先甲观众爱设做一个甲气氛差较少的开始讲故事安尼。对啦，迄个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受影的讲浙州有2是9个查某囝咧，我毋知讲迄来台湾人讲有9个，你就有够啊，你有够迄是咧当然咧广告的啦。我当然引起10几枚技术这个话题啦，真甲大出来安尼啦。你都知影我头头讲一寡无一定有关系啦。无一定有关系啦，就我写这篇的动机就对啦。骗子是诈骗足济百款，毋是干那骗人饲鸟只遮尔单纯啦。毋知人生你敢有啥物轰炸的撇步，还是甲人有啥物建议？即马咱行政院对这诈欺的。有编的经费啊，不可拢去互裁掉啊啦。因为即个早起第4件，阮教会妇女团契无车来讲，
迄个认知作战啦，认知作战啦。因为即款早起毋是个介绍生，毋是个诈骗尔，诈骗的拢老婆啊，较早拢摕迄个什物假的包包，什物金条、假的银条，甲你骗啊。即马步数无共啊，先爱你一个个资，是讲什物投资先互你较济钱了，才互你。即款物件，因为我本身毋捌互诈骗过啦，因为我无爱的物件我都无爱啦。你甲讲哦，你什物物件，即买什物种，你使讲百面会对，我嘛袂买啦，迄毋是我爱，我都无爱啦。所以我无互诈骗的机会啦。所以我对这无真有研究啦，但是拢听到新闻，新闻拢互骗啦。还有迄个较济是迄退休的查某老师哦。去哦，迄倒位美国，倒位新加坡，什物访谈的讲想要做男朋友安怎，计较偌济偌济，迄块较济。一般来讲，老师较单纯嘛，较老都无伴，伫网络看到，当作小朋友毋知是毋是伊，一个帅哥就听，这算较时尚啦。我甲你讲，会当互早起就真好啊，因为好个人嘛，咱善人要互上早起对无？所以我这无经验啦。我捌有一摆接到诈骗电话啦，伊讲恁囝伫我遮啦，佮讲台语哦，恁囝伫我遮，我讲好，咁恁某是诶，我讲因安伊就去挂掉。大家好，我是平，遮想要请教林先的问题，就是因为小说头前有讲到困难是比较出来的，无经过共款的生活经验的，是真好理解别种社会状况的价值观。所以主角伫内底有讲到，因迄时的厝边隔壁，拢是安尼咧生活，所以无得比拼嘛。早伫农业的时代，做事当体力，就是体力上的感觉就是趁钱较辛苦安尼。但是迄个时阵的环境嘛较单纯，我想象啦，因的心理可能是较满足快乐的，比较现主时，虽然自身较利便。可能趁钱还是做工课，可能比较以前的社会是较辛苦，但是即马现代人敢有真正过了较无困难。所以伫遮想要请教阿林先的，就是阿林先对困难的这个见解，不管是物理上的外口的，还是心理上内底的，想要听看卖阿林先的想法。你这个问题真好。嘛是真需要讨论的，伫迄个欠物资的所在的时代，搁互国民党压迫，变甲人，你来讲我收的物件会当家己食，较早拢安尼啊，动不动来什么水，人都甲你摕落，你这个车啊有，一半以上拢互农会收去啊，伊还付各种钱啊，因为做事人伊无变钱啦，迄阵我无你来买种别项，有啦，迄个时阵像阮遐。我遐算好田啦，迄10点田啦，迄分种啦，都限制会当一亩田尔。即马田你要种菜种出来，你迄时阵规定时间，你几点田敢若会当做啥？就敢若亩田种几万尔。你也无多去做别项，你若要种菜就春心头买园啊尔，规区的拢敢若阮遐拢我做水田啊，种几万尔。即个时代的人无论安怎啦，大家拢无啥物观念啊。有诶，尾也开始有人出外食头路无？阮若阮较济啊有去下港啊，去扁边啊，尾也去台北做小土看做生意，免即个做生意啦。生意囝学生也毋知拄着迄个来甲找朋友，佫有一个机会会当帮助所有诶人。我要讲诶就是讲，台湾人其实是毋是所有台湾人伫迄个时代，公务员迄个无共啊，你若不要做公务员，迄个无共啊，有细面咧看。我听人无啊。看嘛拢遐个人啊，迄阵嘛无电视，嘛无人会看报纸，嘛看无，嘛无人有报纸啦，干听radio尔，伊有radio啊，唯一的就是听radio尔，无啥物资讯的物件通听啦，嘛无啥议量啊，可能时有时讲做年这节有人来做戏，袂条做戏，迄唯一就是安尼尔。有当时也无电火时代，暗着困啊，无免怎。毋着困着靠我死囝啊，对无我死囝啊，毋着困无要怎，为了就是翁某做啥亏尔，迄是人生上好诶享受，就是有某啊，暗时也会当入去困啊。所以迄阵七八个正常咧，这就是迄个背景啊。
感谢台文博览会4位读册班，甲咱民人生的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主任杨文元副教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篇文章就是讲，咱知影即马咱台湾社会有迄种真侪诈骗吼，我想这都是古早版的迄个诈骗吼。当然伊讲这个故事嘛，不只趣味啦，就是讲，因为一般伫庄内吼，都是做实为主吼，所以就是讲，其实嘛，生活嘛是真平静吼，嘛做到要死，当然嘛趁无偌济吼，所以伊有讲到伊的三节吼，本来就是无想要做田嘛吼，无想要做实，所以伊就是退伍的时阵，做过几落工课，尾嘛是伫处理，就是安尼吼，常常有一天，就是伊做兵的有一个朋友吼，为台北来找伊吼，找伊就讲有一个好的生理吼，这个好的生理是啥物？就是讲伊讲日本人有兴饲鸟啊吼，毋过因无想要为鸟仔囝开始饲，所以就是讲咱若替因饲了。小小买鸟仔囝来饲，尾仔饲大了吼，搁卖互日本人吼，所以就是该请吼，就是请因来做即个物件，当然伊就招庄内的人来做伙来做即个投资吼，而且因迄个朋友搁甲伊讲一个故事，讲因住二林嘛吼，因讲云林迄边海口嘛有人饲吼，伊讲伊迄个十姊妹即种鸟仔来讲，就是本来伊饲一收。50只吼，为鸟仔囝开始饲吼，一只买来是5块，但是伊后来会当卖20块吼，等于是4倍的价销吼。了后就讲饲1000块了后，伊搁甲这1000块来买鸟仔囝吼，了后就是变做搁饲3个月了，就变做4000块吼。所以大家安尼算一下，短时间会当趁4000块，这比迄个做一架田吼一冬的收成加遮好诶，所以大家就开始感觉真好啊吼，真好就开始。要饲嘛吼，好饲了吼，饲3个月了后，真正有摕到一寡好处，就是讲迄阵当然价钱有一寡变动，问题是趁偌济吼，本来一只20块，尾仔会当卖25块吼，所以变做讲伊等于是趁5倍，所以因为安尼，结果庄内人知影了，大家都真踊跃讲，搁要饲鸟仔囝吼，即边尾仔伊算来讲，就是讲即个公司敢若卖鸟仔囝，搁卖遮饲料，伊都是。收差20万块吼，但是3个月了，搁饲第2遍3个月了，了后即个公司就无去啊吼。我想大家知影即摆的诈骗嘛是安尼啊，比如讲伊甲你讲啥物趁钱的机会、投资的机会，伊可能互你拄开始一点仔钱投入去的时阵，你真正有趁到钱，而且你会当看到迄个趁到的钱了，你就想讲既然遮尔好趁，我就想要投较侪重本落去吼。但是问题是后来都啥物拢无去吼。我想无你甲人世间都是安尼吼，就是讲咱即马看到当然诈骗是因为透过网络吼，但伊以前伫迄个资讯较无遐尼发达的时阵吼，因为伫农村，因为伊相对对外一寡信息是较无的吼，所以刚才有即种手路吼，其实咱回想。咱台湾以前嘛发生像迄个金宝梨吼，迄个福寿螺这个代志，就是讲迄阵嘛是共款，就是讲大家讲饲这个物件到时会趁钱嘛，结果当然就是后来发现无人要食嘛，卖无落，结果就是甲凊彩等的，结果变做咱的生态一个危机吼，这嘛是咱以前台湾捌发生的故事。暖暖站门口，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平头啊、青笑，还佫有品等等这几句台语词。这部线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广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的台语词的含义。有真侪种人会使去加人，譬如讲妇人变妇人人，查某变查某人，查甫变查甫人，
新生变新生人，学生讲学生人，面头啊照顺时，青手青个水，青个有金头，念小拍壳，这个壳是华语讲木鱼，咱讲木牛，嘛会使讲壳啊。日语是讲较逼真的讲法，十念念小拍壳第十念，品的无共啊，品就是约定、预定。譬如讲，品无需要来讲。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邵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贤、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沿路憔悴囡仔时》，欢迎准时收听。嗯。